以南區為名，同壽臣山為鄰，面向深水灣嘅詩意海岸，港島南岸5A 期 Deepwater Pavilia 奧神蛻變登場，為南區重新定義現代豪宅嘅想像項目，選址香葉道希貴地段，位處傳統南區豪宅網脈之中，俯瞰壯闊海景。背倚名人聚居嘅壽臣山，低密度規劃，靜中帶細，獨立成章。坐擁南區高尚生活圈核心位置，毗鄰多所國際名校，配合南區多個高級會所、高爾夫球會、遊艇會，呈現真正 work-life balance。漫步山徑可直達多條自然遠足路線，理人喺都市同山林之間自由切換。一動一靜之間自成節奏，項目同區內大型商場無縫連接，輕鬆步行即可享受特色餐飲同購物，高尚品味隨時展現。2站直達金鐘，迅即連接太古廣場；3站通往尖沙咀同埋高端時尚購物地標，一脈貫通中港9核心地段，更可以直達金鐘4線交匯樞紐，無縫穿梭城市每一端。Deepwater Pavilia 奧神唔單止係一座建築，更係對南區生活哲學嘅致敬。由深水灣出發，沿山海脈絡，抵達每位居者嘅心之歸處。